好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中老铁路。距离中老铁路正式开通的日子越来越近了。那么今天一早，条形码记者从昆明出发，进行了国内段的全程体验试乘。我们来看看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。中老昆皖铁路开通在即，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将为大家进行提前的体验试乘。现在呢，我就来到了昆明站的1站台，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20分。那稍后的8点41分呢，我就将乘坐上我身旁的这一趟绿巨人，也就是复兴号的动车组，完成507公里的中老昆皖铁路国内的玉溪至磨憨段的一个试乘体验。生时可以更加自信地展示中国形象，更加经过了4个多小时的车程，时间来到了中午的12点半。现在呢，我们已经是来到了西双版纳州的野象谷站。走，赶紧，我们下车去看一看吧。哇，刚来到站台上呢，我就感觉这个气候真的是明显暖和了许多。您看这个实时的气温呢，现在显示是21摄氏度。我穿着这个秋冬装已经是感觉有点热的冒汗了。野象谷站站如其名，它的设计理念呢，正是热带雨林自然野象。您看，我们从站台上望过去就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山川和田野，还有极具傣族风情的一些吊脚楼之类的建筑。不知道我们现在站在站台上能不能有幸一睹野象的风采呢？泰国籍乘客拉皮潘在中国工作生活了10年，如今中老铁路连接起了中国和老挝，将来高铁还将连接起中国和泰国，这令他激动不已。很舒适方面感觉特别良好，然后这条路呢，我觉得它的特别对我来说就是这个开往到东南亚国家嘛，现在中国昆明开到以后就开往到老挝，觉得这条线路就真的很好。下午的1点11分，我们终于是来到了西双版纳站。您看在我身后的呢，就是西双版纳站新建的站房了。西双版纳站以雀舞彩云、灵动版纳为设计理念，屋顶的造型取自传统建筑，并加以抽象和简化。端部起翘，层叠挑出，像一只展翅的孔雀翩翩起舞。那么在中老铁路正式开通运营之后呢，从昆明到景洪仅需要3个多小时，相比原来驾车动辄6、7个小时的车程呢，出行的效率和体验是大大提升了。下午的3点钟，我们终于抵达了今天国内段试乘体验的终点站磨憨站。那在磨憨站站房的周边呢，还有部分的配套设施正在加紧施工当中，而站房的主体工程呢，现在已经是基本上完工了。中老昆皖铁路中国段昆明至玉溪段，早在2016年的12月就已经开通运营。新建的玉溪至磨憨段有500多公里，玉溪至景洪为双线，景洪至磨憨为单线。而老挝段的磨丁至万象段有400多公里，线路全长加起来有1000多公里。在全线正式开通运营之后，不仅能够实现昆明至景洪3个多小时的动车旅程，昆明至老挝万象也有望实现直达运输，当日通达。云南的普洱和西双版纳等州市将从此结束不通铁路的历史，中老两国实现铁路的互联互通。让我们共同期待着吧，一条与山川同美、全新的钢铁丝路带我们跑步进入新时代。6563记者宗举王杰现场报道。